彰显到，如同有一个随便讲的说，把台湾选举的民调拿给国台，这是真正非遗所思的事情，绝对没有这种事。跟郭董沟通都是郝龙斌副主席沟通的，有几次跟他没有张学票，因为副主席我在中常会都宣布了，不会换人嘛，也不能重蹈2016年的那种换柱的痛，不会。还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啊。我刚刚看到，我还没有带动大家来呼口号，大家听到非常热烈、非常的这个热情的喊口号。那我们先来喊一下口号好不好？是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去跟他讲观光旅游事业，不希望大陆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中国台湾。所有观光旅游业，包括韩国瑜，包括饭店，包括卖店，都是会受影响。没有去请，也没有请彰显到，如同有一个随便讲的说，把台湾选举的民调拿给国台，这是真正非遗所思的事情，绝对没有这种事。跟郭董沟通都是郝龙斌副主席沟通的，有几次跟他没有张学票，因为副主席有一个郝龙斌，他怎么会找一个不是有党籍的人去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就是郝龙斌副主席去沟通。我在中常会都宣布了，不会换人嘛，也不能重蹈2016年的那种换柱的痛，不会。这么回事？预告如果是恶意的，而且妨碍中国国民党的名誉跟兴奋，当然会提告啊。有人乱讲的话，这个不提告怎么行？